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講廣東話嘅天主教頻道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我好喜歡嘅書，書名係《我的生命是個奇蹟》，路德聖母朝聖地第70個奇蹟。喺人生入面，我哋總會遇到一啲好難行嘅路，可能係病痛，係挫折，係睇唔到前景嘅迷茫。有時候我哋會覺得自己身處喺一條又黑又長嘅隧道入面，見唔到出口。但係你有冇諗過，就算係喺最黑暗嘅時刻，隧道嘅盡頭總會有一點光。呢本書就係一個關於點樣喺絕望中依然注視住嗰一點光，最終見證奇蹟嘅真實故事。佢唔單止係一個醫學上嘅奇蹟，更加係一個關於信德、交付同埋愛嘅奇蹟。故事嘅主角係伯爾納德·莫里奧修女，佢屬於耶穌聖心方濟各女修會。佢嘅痛苦之旅由1966年開始，當時佢只係27歲，好後生，但就開始承受嚴重嘅下背痛。為咗醫好個病，佢經歷咗4次腰椎手術，可惜情況不但冇好轉，反而不斷惡化。到最後，佢長期癱瘓，大小便失禁，每日都要依靠高劑量嘅嗎啡嚟壓制椎柱嘅灼痛。醫生甚至喺佢皮膚下植入咗垂質神經刺激器，但係嗰種尖銳嘅痛楚依然令佢幾乎無法忍受。修女後來回憶話：我的腿因慢性坐骨神經痛不斷的放電，總之我的狀況糟透了。大家試諗下，一日又一日，一年又一年，係咩樣嘅生活？由27歲嘅青春年華到接近70歲，足足42年嘅時間，佢都係喺痛楚同癱瘓中度過。醫生診斷佢係近乎永久性腰椎神經根受損，即係話喺醫學上佢已經冇好返嘅可能。佢嘅病情只會不斷咁惡化落去。呢段漫長嘅黑夜係幾咁難捱，但係伯爾納德修女嘅心並冇完全被黑暗吞噬。喺醫生同女修會總會長嘅鼓勵下，佢決定去法國路德呢個著名嘅朝聖地。大家要知道，路德係一個充滿奇蹟傳說嘅地方，但係修女當時嘅心態並唔係為咗自己可以得到奇蹟。當佢去到路德，見到好多病人嘅情況比自己更加嚴重，佢嘅心態產生咗好大變化。佢諗自己雖然癱瘓，但至少仲可以喐到少少，實在唔應該抱怨。於是佢將焦點由自己身上轉移到其他病人身上。佢開始為朝聖途中遇到嘅每一位病人祈禱，呢個心態好關鍵。佢書入面寫道：修道人在世從來就不是為了自己，而是為了他人。我把天主賜給我的生命獻給他及他人。佢嘅祈禱冇苦苦哀求天主一定要醫好佢，相反，佢係一種全然嘅交付同接受。佢話：沒有任何抗拒，沒有任何哀求，我無聲的吶喊着，這就是我的祈禱。我不指望奇蹟，全然接受歐勒豪的十字苦路。天主，願你的旨意成行，而不是我的。呢種願你的旨意成行，唔係放棄，而係一種極深嘅信德，將自己完全交託喺天主手中，無論結果係點，都相信天主嘅安排係最好嘅。奇蹟往往就喺你完全交託之後悄然降臨。回想喺2008年7月4號，當時莫里奧修女正接受聖體降福，佢內心深處感受到主耶穌親臨佢內，而且聽到一句好清晰嘅說話：我看到你的痛苦和你生病的弟兄姊妹的痛苦，把一切都交付給我吧。大家聽唔聽到啊？天主見到佢嘅痛苦，呢份被明白、被看見嘅感覺本身就係一種治癒。之後喺7月11號，佢返到修院，同一位姊妹喺小聖堂朝拜聖體。突然之間，佢感覺成個人好放鬆，身體發熱，感覺非常好。跟住佢返到自己房間，聽到一把聲同佢講：拿開身上的輔助器具。呢個指令好具體，好突然，但修女毫不猶豫，跟住把聲嘅指示去做。佢丟棄咗固定身體嘅護腰、腳上嘅板條，停止使用嗎啡同神經刺激器。跟住落嚟發生嘅事
就係奇蹟本身。佢身上嘅痛症冇咗，完全消失咗。佢可以踮起腳尖，可以用腳跟走路，脊椎可以完全向前彎曲而唔痛，連膝關節都恢復正常。一個癱瘓咗42年，被判定為永久損傷嘅人，就喺一瞬間完全痊癒咗。後來，路德國際醫學辦公室對呢個案例進行咗嚴謹嘅查證，最終確認修女嘅痊癒係無法用現有的科學知識來解釋，並正式承認呢個係路德聖母朝聖地嘅第70個奇蹟。睇完呢本書，我好大感觸。伯爾納德修女寫呢本書嘅目的，唔係為咗炫耀自己嘅經歷，而係為咗福傳，向世人宣講耶穌基督嘅愛。佢自稱為耶穌基督和聖母瑪利亞的婢女。佢話：教會要求我跟你們講這故事，我這麼做不是為了我個人的光榮，而是為了天主的光榮。佢而家全身心投入去同堂區青年團體分享見證，因為佢深信上主對佢行嘅奇蹟同樣可以發生喺任何人身上。呢個故事帶俾我哋幾點好重要嘅啟示：一、信德嘅力量。修女嘅信德唔係信一定會好返嘅信德，而係一種無論好唔好返，我都信靠你嘅信德。呢種完全交付嘅信充滿力量，就好似聖經入面耶穌所講：女兒，你的信德救了你，平安去吧，不要怕，只管信。二、注視光明。即使喺最痛苦、最絕望嘅時候，修女依然選擇為他人祈禱，將目光從自己嘅不幸轉向身邊更需要幫助嘅人。當我哋停止自憐，開始去愛嘅時候，心靈嘅眼睛先會真正打開，見到隧道盡頭嘅光。三、奇蹟嘅形式。奇蹟未必係我哋想象中咁戲劇性。對修女嚟講，佢忍受咗42年嘅痛苦，本身已經係一種十字架嘅見證。而最後身體嘅痊癒，係天主額外嘅恩賜。我哋生命中嘅奇蹟，可能係內心嘅平安，係一份突如其來嘅勇氣，或者係喺困境中遇到嘅一位天使。我的生命是個奇蹟，呢本書提醒我哋，只要你相信，奇蹟就會發生。我深信，總有一日，天主會叫你起身行。係，我信。希望你嘅生命，無論遇到咩困難，都能夠記住呢個故事，記住要注視隧道盡頭嘅光。多謝你收睇我今集嘅分享。如果呢個故事都觸動到你，不妨讚好同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。記得訂閱埋我哋啊！天主保佑，祝你平安。下次見。